豐盛，心想事成，同埋財神爺祝大家恭喜發大財，多謝晒！我向大家恭祝一句，福星一定伴隨。我為你恭祝一句，歲歲樂恭祝身體健康，喜談生壽。歲歲青春住，處處溫大字。千載百世共歡慶，千載百世共歡慶，年年歡樂歡樂。祝大家新年快乐，马到成功，身体健康平安，谢谢。立春係嘛？所謂正所謂立春就係所有新嘅開始，萬象更新。希望在每一位都係食過呢一餐喜酒咧，呢一餐咁開心嘅事咧，就係所有嘢都係新嘅，所有嘢都係好嘅，所有嘢都係更好嘅，所有嘢都係更加好嘅。好，那麼現場的朋友有沒有人不聽得懂粵語，只聽國語的？舉個手看一下，有沒有只能聽國語的？好，那麼今天呢，我們會穿插國語跟廣東話哈。那麼也希望呢，大家呢能夠在今天晚上夢工廠2026年度的春節晚宴度過一個愉快的晚節時刻。我們有齋歌，我們有齋舞，我們有抽獎，希望大家能夠開開心心度過一個愉快的晚節時刻哈。我們有唔有聽英文嘅？淨係識聽英文，乜都唔識聽嘅。All right, Evan, just you, right? All right, install the translate app， 幫唔到你。講笑啊！嗱，呢個時候咧，大家咧喺個台面咧見到有啲撈生㗎啦，大家準備先。這個時候我們在我們的桌面上呢，看到有這個撈喜撈生嘛，對不對？這個時候大家可以要準備一下。這個時候呢，我們也請到我們的一些貴賓，還有一些贊助商呢，要到台上來陪同大家一起來撈喜，一齊嚟撈喜撈生，好唔好？大家準備先。好啦，咁呢個時候咧，我哋有請到我哋啲撈喜嘅嘉賓要上台㗎啦嚇。咁呢個時候我哋請到啊 Gary Lee 司神都想上台先。
人禮，龍馬精神，一本萬利，事事順利，身體健康。而家睇埋相啦，而家仲話睇相添啊！隻手啊，隻手！謝謝光哥，謝謝 Wilson。我今日好開心，好多謝，我講定嘅事啊！今日我好多謝大家，我今日好開心，真係好開心。夢工廠，唔使講 ，very good。我喺度咧，多謝大家。你信唔信我多少法術啊？我有法術㗎，我今日講你哋咧，大家今日身體健康，順順利利，橫財就手，得心應手，一定得。如果你哋信我就得㗎啦，我今日好榮幸，峰哥，我哋阿峰哥，來，我剛才給他寫一下，哇，他好厲害。3秒鐘，到了現在我要表演多少？2秒鐘，你們開始算，1、2。全場網友不起，一起來了，1、2、3。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跟我这边老大跟着好。感谢每一位好朋友能给兄弟我送来这么多的掌声、敲击声，还有呐喊声。我也代表我爹还有我妈，我的生产厂家，向团员表示衷心的感谢。祝愿鼓掌的朋友一生平安。太棒了啊！感谢每一位好朋友，今天呢非常的荣幸能够参加咱们梦工厂春节晚会，在这里也衷心的祝愿每一位好朋友在今后的日子里都能够每一秒欢天喜地。每一分大吉大利，每一天得心应手，每一月万事如意，岁岁年年一本万利。您的一生风光伟绩，认为我说的对的朋友，咱们掌声鼓励鼓励。太棒了！感谢每一位好朋友送来的